嘅鄰舍嘅女同學委醫，當佢合起，有興趣向醫護人員講解委醫嘅情況。委醫嘅爸爸媽媽喺事故裏面遇難，咁家寶同委醫嘅媽媽講，希望家屬可以好好照顧佢。委醫嘅屋企人就希望當局還死難者同埋家屬一個公道。我想講呢啲啊，要知道啊，我想講，這種在給你什麼呢？啊？要提到過來。那你對他還有什麼就這個委醫而家仍然留喺深切治療部留醫，並且接受第二次嘅手術。他話手術順利，輸血絲嘅機會非常低。另外，總理溫家寶又去到溫津第二日醫院探望事故中嘅其他傷者。溫家寶話會對事故中每一位傷者嘅醫療負全責，希望佢哋安心養病。之後佢又指過要求國防酒店探望部分啲傷者家屬，並且向佢哋鞠躬慰問。佢哋取咗10幾名遇難者家屬嘅意見，溫家寶承諾調查事故原因，俾家屬個公道嘅交代，並且要求有關嘅部門認真聽民眾嘅意見，同埋對事故嘅各種質疑妥善處理民眾關心嘅問題。有啲傷者家屬對事故嚴查大細，以包括調查進度同埋賠償方案。有家屬就質疑點解事故會影響到該信號嘅運作，一旦信號出錯，就睇冇其他嘅系統，令到動車發生碰撞。我哋嘅記者嘉欣喺溫州報道，而事故當中3個部本身已經情況可疑，另外118個嘅業務員其中14人情況危殆。國務院調查組召開會議，上海鐵路局喺早上話，初步認為事故係信號系統設計上有嚴重嘅結構引起，調查組會分水系統業方發表調查報告。國務院調查組召開會議，上海鐵路局局長安樂生話，經初步調查，今次列車事故係由於溫州南站信號設備喺設計上面存在嚴重缺陷。當信號設備遭到雷擊出現故障之後，導致本來應該顯示為紅燈嘅區間信號機錯誤顯示為綠燈，但係車站電務值班人員喺故障之後並冇意識到信號可能出錯，而存在設計缺陷嘅信號系統由北京傳導通訊信號研究設計院負責設計，09年9月底投入使用。安樂生話，事故顯示值班人員了解新設備關鍵部位性能，員工培訓不足。佢哋亦都未能同時發現，亦未按有關規定處理故障，防止事故發生。佢話事故亦都同時反映鐵路部門喺設備品質、人員質素、現場控制能力方面，安全基礎仍然比較薄弱，安全管理未到位。溫州列車事故發生之後，國務院成立特別調查組調查事故原因。組入面除咗鐵路部同埋安監總部人員之外，亦都有專家學者參與工作。而事故調查導致被指掩埋嘅出事列車車頭已經換走。沒有，真係鐵路部發言人話，被埋住嘅出事列車係為咗方便上面救援，但就被質疑係企圖掩埋進去。中央台報道，出事列車殘骸已經分別運到溫州南站同西站存放，但就用到重重包住，見唔到其他係曾經被埋嘅列車車頭。另外，早前報道話，跟隨雷同抗委員係喺要拯救運動之後，直接被一個違抗停止搜救指令嘅特警發現。鐵路部就否認有關嘅講法，現場並冇任何人宣佈過停止搜救工作。又話救援人員喺搜索期間，政府只係依賴自己追蹤搜救，隨後就出地方嚟航。再就雷同嘅特警亦都否認收過停止搜救嘅指令。無線電視記者黃世恩報道。因為溫州列車區道路線服務系統嘅設計公司公開道歉，話會承擔責任負責處分。有內地嘅專家就指出，因應內地鐵路發展形勢，係重操作嘅列車制度系統，其實仍然要人手控制，而話系統受到疫情考驗都係講唔過去。溫州列車最早負責設計信號系統嘅北京傳導通訊信號研究設計團喺網上發布帖信，深切哀悼死者，對死傷者家屬表示最真誠歉意。公司話會積極配合調查，敢於承擔責任，
接受警察嘅處罰。不過後嚟記者會上，呢個院人員案認為要負上責任。国安情况呢，确实是需要这个等待正式调查结果出来。这个盗窃这个情况呢，实际上这个是我们这个北京派以及当地建设。2007年內地鐵路第6次大規模嗰陣，鐵路部宣布研製巡防指列車罪狀嘅自動閉塞系統，系統可以將迷途嘅路軌2列高速行駛嘅列車距離控制係5分鐘，主要靠後面列車嘅電腦計算同控制。列車一旦停低就會發出信號，隨後列車收到信號之後，如果司機冇減速，列車會自己剎車，由時速200公里至完全停低嘅遙控10秒。鐵路部總工程師胡華武當時話：自動閉塞系統夠先進，徹底解決內地動車嘅安全難題，係統一世界上屬於領先。不過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學教授黃武書就話：自動閉塞系統到而家仍然未達到高嘅水平，緊急情況下仍然未能夠自動制動，主要靠人手操作。所以司機同車務機關人員嘅判斷同操控仍然係最重要嘅因素。結果有專家話，自動信號系統應該有充分嘅防禦設備。如果話能夠承受累積嘅責任，無線電視記者講。對於呢一次嘅連環強案，有受害者最多個人大常委，包括范徐麗泰，已經喺案啟動人大特別委員會展開獨立調查，俾人民一個交代。由此北京記者報道。江灣3列車追撞送咗幾十條無辜嘅生命，多份內地報章指被視為東方紅線，亦都提出質疑，要中央俾人民一個交代，又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小組查明真相。呢個都係北京市民嘅心聲。希望大家需要站出來，作為每一個人，給他一個最大的。北大法學教授賀偉方喺社交網站上呼籲，啟動人大特別委員會，不是呼籲一進行調查認證。喺1日幾日嘅裏面，就有2萬幾個網友轉發。北京晚報中網友就轉發報導，賀偉方話：雖然總理溫家寶指示調查，國務院亦都已經成立調查組，但認為調查並唔獨立。我們的調查單位包括各樣案件，案件都屬於某人這樣大的人對，還不某人最後什麼真正的人是某某某什麼某人什麼他們可以模仿。賀偉方話：希望趁呢次事故改變內地經濟自己靠自己嘅農場生態。有法律學者就話，如果10個人大常委一齊提出議案，就可以申請成立特別委員會。佢認為香港嘅人大常委即係范徐麗泰應該積極考慮議案。包括我們香港地區的人大常委會，如果對這個事情有中國的關注的話，那都有權也都應該站出來，要求人大常委會在內部實施到發揮它應有。不過，身兼立法會議員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嘅葉國謙就唔贊成而家啟動呢個機制。因為而家喺港府中央係要大量去有學者就話，好多人認為人大係橡皮圖章，所以希望人大常委能夠把握機會喺今次事件上面做一啲嘢，展開調查。我哋電視北京記者，有請阿